对，就是这样子。4月18号7点26分。看阿美勇士来砍草的动作来示范一下。对，好，可以。到了吗？这个是第2台。那好不好？不好。好。还有一台哦。来了。那个精力很难受。开路，哎，开路，开始。还有，等一下，还有。嗨。纪念。我们现在到了师母的家里。家在山上。等一个叫泰雅向导在里面选语学，语学还在选，有一个，对，他们有4根。哎，师母，你的那个鞋带。最小的，还有最小的5个哥哥1个弟弟，我们家全部都男生，就他一个女的，我没有姐妹。只剩一个。因为我看到一堆男生，怪不得我们的牧师很安心。我们就很安心，没有人竞争，竞争就对了。他没有好选，没有好选，但是没有好选。没有人竞争。早知道我要认识牧师。对，师母，为什么你的老公的命那么直接保重？1在那边，2在下面，3有3块地，因为竹笋都不多了啦，那边采没有，就那边没有，就那边，就是教会下面整片都是我们的，对，但是不多，竹笋不多啦，那边一没有就换，所以我们一个地方可能不会待很久。好，那妇女跟孩子的部分就暂时留在这边，这个地方，待会就有几个妇女要体验一下。好，我们采到一半会下来。OK，好，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等候那个家人他的分配这样子哈。我们就开小车上去。不要了，一起了，一起才有。师母要开小车，你就没听懂。师母说我要开小车。好了，师母，我就派代表开小车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对啊，我们不是要煮糯米吗？对，我们就要拿糯米去煮糯米啊。我们现在就要去煮糯米哦。没有，先跟他们去采。煮吗？采完我们就小车下来。怕说他没有去这样，叫现在就去走这样。步行10分钟。好，快点，谢谢我们在一起做祷告，好吗？好。好，米多龙姐答，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平安的来到梅花竹嘉陵以及我们的老家这个村落。我们看到你手造的大自然是这么的美丽，我们也体验到神你真的爱我们，以及可以帮助我们利用在今天这个假期，我们一同去体验农村之乐。我们盼望主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不仅是唤醒我们过去在我们还在家乡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农村的经验，同时你也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3胜哦，马还能跟巴扎？矿泉水在哪里？给你。阿里人。那个一组哦。是吗？阿里人吗？矿泉水放在袋子2瓶，一组3个人嘛或是3个矿泉水，还是1瓶？太重的话，一个人带1瓶啊。你就想跟。一组的矿泉水，那个带马袋的，不要忘了哎。那个请问你那一组矿泉水放在马袋里面。哎，你们都没有带水哦。对了，那边有没有带水？老师自己要自己带，自己要自己带水啊。我们现在正式出发，从师母他们家的老家出发。
转标啊，要上车了。好，进去了，到了，可以回去了。到了，可以回去了。到了。目的地到了，可以回去了。在后面你看，带路的，看路的。一路，这个里面有一个豆可以吃啊，喝里面的汤。哦，还好。哎呀，山猪啊！太寒了，太寒了。人家要砍山猪。耶！哦，喳喳。这边就是了。对呀。这边就是啊，很漂亮的。哎呀，芭蕉啊！这个路段真的好累，好高哦，不得已才爬上来。我好爱山上哦。少在那边乱讲，那个脚就很酸了，什么？运动。一个在下面。好，我在下面，我在下面。还好我这个还有膜嘞。没看到，没看到。我打靶，应该要分。让我。Hello， 打一根谁行喽？大哥是礼拜二有采购，应该有的10天的。太阳勇士向导在这边，这边就是嘉玲的地了，嘉玲师母的地。他小时候那个玩躲猫猫的地方呢。我们前面很多都带得很好，准备给你们有山猪、山枪、飞鼠给你们吃哦。好危险，你们都不要吓死。还要海鲜吗？用好，不是，对，那这样你开路，大哥就从后面这样过。你怎么那么多人啊？杀一条路就好。嗯，马上，你们这样开路。你的速度要开。哎，那时候蒋面跟陈海是已经来这里了。对，就是这块地，在上面的地方。哦，在上面呢。对。啊，蒋面说我受伤了，那时候也是在这边。是的，结果我的岳父说，哎，基本上腿没有断掉，比较说受伤。哦，那是蒋面讲的哈。可惜啊，今天没有来呀，不能再次体验了，回忆呀。好，回去的时候我们录好一点，我们给蒋面看。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再寄给陈海看。好。好，不要讲太多。到了。好，填一下第一根。好，先讲解一下好不好？讲解哦，不用了啦。这个都可以。哦，2根，好，还有那个，从这里开始可以了，看到这个，从这里就开始了，看到就好，因为都比较高了啦。走，哇，那里，哇，我先传那个，那等一下就，哎，到后面你不踩这个，男孩子踩了，然后给女孩子这边剥了，可以吗？介绍一下怎样砍的，我们不会砍，我们从下面直接砍掉，没问题。上面一片，砍到这，下面好了，从下面，下面来，从下面最下面，因为这个竹子我不要了，对，再来呢。下面一点，那在之前我们请你的手那边最熟悉这片山林的师哥来做标准动作，免得等下。叶家、刘家、联姻的共有的土地啊，哇，辛苦各位了。从刚才披荆斩棘啊，一直开到这里来呢，属于我们的地就是这个地方，一直往左手边几乎都是哈。那宽度大概面积大概有4公顷半。哎呦，还不完呢。所以你的麻袋能装的就装了哈。我是希望说男孩子就去采，女孩子那边等候，那边剥就好了，比较轻呐，带回去会比较轻。好，然后就是啊，右手。
样摘啊？吃饭。因为这一根啊，比如说这一根，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几个兄弟，我们说实在没有空过来啊。那底下都不能吃，大概吃的部位大概就到这里而已了啦。差不多对。好，这样就好啊。砍下来是从底部开始砍了。最好是砍掉了。对对。底部啊。然后等下女孩子剥的时候你就2下哈，1、2这样哈。哎呦。跟哪次一样嘛？啊，跟剑差不多了，差不多对。你剥过就拉一拉，断掉了就不要了，就这样哈。要剥的时候一面唱歌。对，好。那我们就女孩子我看就这边等候男孩子送过来，然后再去采这样哈，就慢慢剥。好，这个是1根。好，就这样。好。来了啦！来，袋子给我，这个袋子放在边上。那个水。对，他要煮的竹笋叫做安利哈。安利对安利。阿妹直接破掉了。对。爸爸这个呢？放那边上。我等下就带回去喽，带下班喽。那装备那些就摆到这里，我们就往上哈。好，我们这个荧幕已经不够我了啦，一直照我干什么？好了，不要讲话，快点做事了。你用哪只？看说。这边有2根了，快点拔。再吃满就送下来，女孩子。老公丢。嘉玲在这边剥了哈，嘉玲。会剥呢。师母会负责装，好，我负责装下来。对，要有采收组还有运输组哦。哎，谁要当采收组拿那个宝地的？哪里？对，开始发挥了。你要小心一点哈。打得够黏。你要小心一点哈。对，你没有姐夫当姐夫的，没有叫我小心哦。深山也会有打不更嘛。我爱不在了。不要叫老公。这个也是哦，太长了吧？太长了。对呀，太小袋子。看到了，1根呢。感谢主，你还在。这就是我要的，拿给老婆吃。要母亲节要补一补啊。好。感谢。妈，我爱你，真的爱你。谢谢你，有你的照顾，现在已经37岁了啊。将来你后面的37年换我照顾你了。就这样，平安。把别人就。然后打。老屁股一杀。等一下。你砍好了哦，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哦，因为你们这样子哦，到这边它不会长的，它旁边。你砍的时候有没有？你不要这样子砍，它因为你这样砍的话，它就不会生了，你一定要砍到这个地方，好了，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以后它会从这个地方，哦，它这边还会发芽。它的哺木呢，就是等于是这个就是它的哺木，它会从这边这样子还会再长。的地方长。对，它还会长起来，所以你像这样砍的话，那么高哈，它就不会了，不会生，它就一直慢慢枯，这样的话它不会枯，像这样他们就这样子，这个就是没有砍的，
直接给它剪断这样，但是慢慢一直干就变成这样啊，它会死掉啊。那这样的话，这样把这个竹子就削掉，然后再用这个背这样。 把那个泥土呢，给它弄。kaya pagka ma tira ala ni ya kira kira sera ta baca ala ta tore anu an sira no kami hau sa atau enna tu sa we to atau mi sa tira ta mala ku kampu ma tu varas le kami enna tu xiao tao enna tu mi ya tira mi sira bi sira 就是这样，这个也可以当那个拐杖。那会这样，还能。不都这样而已。哎，他们拔出来剩下这样。哦，好了，再短一点了。差不多50公分了。好，不要太长了。不是还很嫩吗？他们没有拔那么多。哦，太重了。 看到金线莲，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野生的金线莲，很不起眼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金线莲呐、金线莲，小心啊！罗弟，这就是金线莲，这个就是金线莲。金线莲，对，是什么？中药，很昂贵。 是啊，很多人就是为了爬这个啊，上升生命。真的假的？很贵哦，那个算两的。哦，他那个。真的多少股我才发现。那半斤了哇。哎，那是这但是那包地都，你那个地图是吧？ 一杯起头。英姐，你要做什么？啊？你要做什么？先拜讲做提拔。是啊。是谁教你的？我们的青狼哥。 哦，青狼弟兄，可是自己练习了，姿势不对，下次再改进。哦，这样子哦，哇，一姐你好厉害！那是兄弟的，对，你有了。 要笑一笑，不能这个。牙齿要露出来啊！哎，脚要抬高，表演一下摆个姿势。抬起来啊！哎，摆个姿势，哎。太满了，我就很重。不是，你这个是大的。什么大的？快来，英姐的，英姐的，无论问。你是干豆，哎呀呀，很难听哦。我要读东方的那个。好来。 哎，拿起来，上面没有人了。还有啊，没有了。好，还有我们大赛2个，休息在那边呢。还有力量，接电话。是，平安你好。哇，这个山带呢？是。好，放。直接上车了。你现在在什么路口？坚持下去吗？快点掉下来，快点。 后面，太细了你。
英姐帮忙抬一下，很重。我们要多烤一点竹子带回去。大了这种，够的，够嘛，这个不够的，还想转一个地，还想第二回合。我有时候会踩一点电回去的。哦，上面还有，哇，没有翻车。原来我看你们爱宴啊，还可以一人发2根回家。下山了，妇女们，哈，收获蛮丰富的哦，妇女们，啊，回家怎么安慰我？啊，终于我的鞋子登山登到这个尖石乡，啊，啊咋咋，啊，等一下，太细了，太细了，哇！我们走路好了。再多了故事两边哪有？在这边站上。到后这边。到后。那个可以射箭吗？冲啊！可是，那不一样嘛哦。关一下，他们在楼上也做的不错。对啊，你看这个。哇，好棒哦你们！啊，在跟你们妇女建议来这边玩一玩啊！对，下次你们。好棒哦！呀，全部里面呐。有点心呢。羡慕我们这个弟兄来到尖石乡，哈，太美妙了。有个方巾箱，太香太香气了，哈，来看这里啊，你看有山有水有河有池塘，还有火花屋，还可以混水这边有火花屋，不错。还有可以打篮球。有篮球。还要去找不？那你万一可以哦。哎，爸爸，可以了，那边有水龙头洗水。你等一下洗澡，里面都是红溜这样嘞。那这边有浴室啦。跑去我的肛门里面。那边有浴室啊。这边就有了，那边是吗？哎呀。你看还有滑梯啊。那个碗不用拿下来了，这边有。没关系。不用啦，不用拿够。那先不要动嘛。没有。你看到？对呀。你看到？这边呢？这边堵了。啊，迷路了。对，我刚刚听到。我们在把这个，我们在把这个东西。哎，你们来了！哎呦！你有跟他讲说我们来这边的，然后走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我们要回去的。哇，真的。嗯。你看那边，怪不得很慢。你太粉了哦。那里，哎，我来了。那个也是块布吗？没关系，我们用那个竹子找一点那种开饭底料。也可以用南瓜，对啊。因为妹妹会吃手的，先去洗手。进手了。因为还很近。打开给我。打开，我用手拿。看到哎，看到啊！
们体验一下。是啊，那个是要煮那个兔头水的啦。哦，那个给他体验一下。经过了跋山涉水呀，好不容易拿到这个阿力的份啊，为了回去要孝敬我们辛苦的妈妈。哎，有没有看到？一定很好吃。母亲节快乐！Kira tengah jam tu ina, saya itu. Mari tunggu awal ku ina, ku irai ku ina. Yo mama tu 真好，三个，该那tu irai ku ina. Saya nan umang tang saya itu as, mili pot ku ina. Masalah vi mili mama tu awa, mi pacucu tu awa. Temais ku awa, saya kabut ku ina. Sejak mama, merurai kamu ina. Patu as teman tamianan wawa tangga sa idini ikapa tang sa itu as satu unuin na ulah itiring no niya malawawa ay nanay kamu malawin na ay papa lemas no kawas sa kafansan orit sa kafansan no tiring no namo maya kami to ni aray to sa dipot no ina pati ni ay to tataya anu sinaw ito. Pari ko ako ina. Pagusto ko ina. Patah kururay na mo. Saan kami po? Wawa. Mama. Kita malam mama ay anu mama ito. Paritan ko. Error to ina. Utaya no ina. Nangyap siya na ito. Maaraw ko kamay no ina. Chifuto to ko kamay no ina. Chifuto to. Mahapinan ko tayo no ina. 手里面长茧了，都是为我们从小一直到长大，抚育我们长大成人。感谢妈妈，亲爱的妈妈，永远在神的国度里，愿神祝福我们所有樟树教会的妈妈，以及全世界的所有作为妈妈的。谢谢你们妈妈，辛苦。你在演什么？祝天下的母亲永远美丽、快乐，就像我妈妈一样，有一颗非常善良、温柔的心。我也祝我的老婆，从小到大还是那样漂亮。她这么爱我，也爱上帝，更爱这个家。愿天下的母亲都能够美丽大方，一直到永远。让你们在这里的辛劳都能够在主的里面被纪念。哈利路亚！母亲节快乐！哎，这不，好，那边了。哎，母亲节快乐！那个吃饭我还要个是。哎，母亲节快乐！ Nah itu kamu ina dengan ko tadi no tisong tak kata tak ina kepada tu kukanya mentet saya. Salah kamu turun hak kau. Saya merentu. 啊，那就不要割断。哇，不是，等一下削的时候还会再整理。都是金线莲呐！哇，师母，你们家里这边都是金线莲呐！哇，这块地很好啊。2根，漂漂亮亮的，哎，吃了会长高啊，纤维很高啊。 啊，小孩子吃了头好壮壮啊！嘿，母亲节快乐！好。要先看。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到
有阿车牧师他那个家里他那个父亲这个山地啊，哇，来采这个竹笋的，哇！母亲节快乐！哇！好，母亲节快乐，大家快乐，哈利路亚！谢谢刘牧师，谢谢师母，你们的件贵竹笋终于来到了，谢谢。什么？这个？还没有砍之前讲哎。啊？还没有砍之前讲哎。就从下面这样砍断，是不是？先讲然后再砍。老婆，谢谢你，嫁给我，然后陪着我吃苦，然后无怨无悔。当然，在主的见证下，我会更加的爱护你，更加的保护你，更加的疼你，尽我的一切让你幸福。阿门。好了没？OK， 好。砍啊！哎呦，又差点砍到自己的脚哎！哇，很利呢，你的刀。我以为要。